哥来示范一次好了，你调下讲你做的嘞。跌容易叫啊啊，把树啊！你有跟到 key 吗？触礁啊，你知道是什么吗？难怪触礁啊，就是它是麻雀，就家里的鸟，这是触礁啊，是麻雀啊。麻雀。哎，我们河洛歌天王居然不知道哎。我唱歌的心脏，老热搭你腿，老热降下來。大家好，我係馮姑啊。今天大家好。啊，今日都係呢流行歌曲組嘅波 V 正八歲，目前比名冠的李秀英要有金曲銅獎。我而家應該注意嘅心魔。就情緒很難冇看，那就冇看唔切啊，笑出來。冇辦法，佢已經內化了。係啊，已經刻在心裡面了，沒辦法。唔怕啦，親好啦，親好，你愛提示嘛？是讓演的。係啊，那次看他冇創案有冇？不是，誰叫他唱得太好？真的哦，都是他問題。對呀，哦，他就後代衝100聽聽呢。係咪？好啦，我比賽之前的介紹你評審先生啦。好，歡迎葉家秀先生。齊家偉先生，齊思平先生，總飛先生，哲偉老師又出場新創片，嘿，巔峰60，天意狀嘅母語嘅創作啊，大家多多支持啊！我現在買，我哋都係網站係做買到，什麼大家？好 ，OK 哈，多多支持，什麼大家？還有思平先生嘅偏懂，好，聽我支持。哎，對，好，OK 來。有請 TV 參賽朋友。係來自新竹新埔主水節帶來陰公戀情。好的，等回來啊。播唔出組嘛？係啊，傳統組嘅。而家流行組呢？係啊，像我唱那個傳統咧，佢講
盲牌豆。哦，盲牌豆，刘洋先来，你讲哎呀，来玩一玩。哎呀，创作以后啊，英公年轻啊，对啊，哎，你有米托呢？我讲我唱 logo，唔喜欢唱新歌，唔会啦，唔会啦。你练新歌咩做制作单位中央时代啦，哎呀，我按时忙练哎呀，就接触的全部较传统的东西，所以按就创按较传统的个他说是的歌就好了，不是一跳针讲嘛，是那个后上瘾那个东西，按创唔来啊。我有问过啊，结果唔怕，唔怕，唔怕，logo 的唔怕。你睇英國年前，他個動作是啊，係叫 logo 拍攝啊，唔會啊，唔跟後生按會唱，係啊，唔係前會唱啊，我按會唱啊，我好唱。唔係也唔係後生，唔係後生嘅問題，也係流行歌曲。流行歌曲又代表當場嘅時間，有頭排流行，有一下流行，哦，誒冇咁樣啊。三個嘅500年前嘅流行，對啊，冇啦100年前嘅流行啊。三個嘅頭排嘅故事，係啊，對吧？哦，有位老師唔可以唱露嘅歌啊？唔係，應該不會啦。好老師，你葉老師他裡面按落呀。啊，不是，我的意思說他老中青都做得啦，謝謝。從頭擺這個民歌時期到呀哈，佢全部有接觸，係啊，讚啊，這老師都很讚哦，全部都係。我特別會看啊，對啊，哎呀，哎呦，都有看流行族啊，忙是來唱啊，流行的呀，流行的，有新鮮嘛。會做得吧？要看老師。英公練琴讀書吧？對，係嘛？這首歌應該。台灣我吐牙路我有來唱過一擺啦，我有唔是唱。哦。台灣陪我講，按現在好兩條，結果佢唱2條。真的就再見。就專業了。好，再見。好啊，他沒有學啊。唔係啦，今日唱到以後，以後，按唐先生的講辯，好嘛？本先生的講，謝謝嘉秋老師。啊，最緊要，我嚟講哦，藝術在講。唱到要真好，係啊，真神奇啊！他個人教到真神奇啊！吼，我是感覺有一點啦，因為你唱嘅山歌，你唱嘅山歌嘅比如說轉假音啊，用假音嘛，啲講唱兩位，你嘅發聲方式冇強壯，用假音嘛，啊，所以假音部分冇按準，沒有那麼多，音準不太準，所以就得大爽啦。所以每次就幾首歌吼，你是都給位正好那個音，音講那個音，通常他就在那個地方轉假音，然後假音就不太準啦，跟住就得大爽啦。但是比賽嘛，比賽你就跟住冇準㗎，就扣分啦，啊，當跟就親到位，就正好都是那一個音，然後你就正好轉上去假音的時候，可是通常每個音大概都不太一樣的，就差一些些的。啲副架唱又還好，來這邊唱都。係啦，唐呢個是教啊，沒有，唐呢個是有金種啦，所有的金種都是有啦。對，金種哦，我是感覺誒，除了那個音以外，其他都很好啊。他說，不過下次就有經驗了。好不好？對啊，好，執過來啦，好唔好？好，執過來，哎呀，執過來咩？拍攝啊，一般是再見。唔會啦，我只是講執過來，意思唔係講。某一天開始就再過來。有歌嘅話，下禮拜就執過來。下禮拜就來了呀。我們以前老師有教啊，對副卡又好好唱啊。對啊，你知道你當作全副卡唱就好了。係啊，你上一間你就對，老師講的對。心態冇強壯。係啊，你偏專也不卡偏手啦，冇其他人啊。按上去做對了，根本太緊張結束了。有些緊張，大爽，好，好，加油，好嘛？好，對唔來講係一個新嘅挑戰。係啊，流行族嘛，替百人。好，唔怕，律教啦。有一就有二啦，好嘛？先看一下分數啦，咁點係冇一聽啦，哈，看一下主 C 姐嘅分數。好。91分，很不錯的。91分呢，係咪？謝謝啦，對啊，唔係講90分以下嘅都冇好嘅。係啊，係91分，可能就冇辦法啦。好，謝謝啦。主 C 姐啊，一家子反而冇歌，上傳統組嘅再過來。就等傳統組嘅同啲。好，翻譯啦，好，先坐好啦，可以哈。來，好，揸落，一秒停低落，法術下。來，哎呦，彈過啦。
是糖果梦，发梳下，开到年年嘅花，人喺行過去，該風風拍拍嘅花。 就跌落你面前，跌落你肩背，跌落你腳下。花樹下有一個藍衫點呢，花樹下。 師傅哦，做過嘅爛衫，做過嘅細妹嘢，就從街門前發，來來去去，唔知幾多少。 樹下，花樹下，嘅花樹下。 有衣服呢，经典歌曲，我看小康老师也用感情在弹，有放感情啊，有吗？有因为他的手很温暖啊，对啊，真的呢。他旁边有一台暖气机，暖气机有，手都没有僵硬，温暖他的手，对，真的呢，有需要，我们没有业配哦，对啊，全世界应该就只有你这样做哦。啊，对，全世界的乐师我最怕冷啊。你身体最虚弱，你知道吗？啊，好了，哎呀，哇，这个歌真的哈，经典，下一笔欣赏的歌诶，但它论据太大了，对，论据又高，因为有那个跳前有了，跌落你脚下，发出你有跟到 key 吗？龙哥来示范一次好了，你调下讲你周的呢？是吗？对啊。哪里？就是那个往下走啊。跌落你脚下。怎么唱？花树下有一个罗斯福，走过给蓝山。哎，不对，这在第一段呢。走过给什么？就像个門前花，來來去去，跌落你腳下。把樹下。 花樹下，我剛以為你要中風嘞，我老多在放下去誒，哎，沒冇按鬼啦，係冇吼，會跳冇？好累啊！有些跳冇？啊，快60歲的人，哎，有厲害啊！人家才20幾呢。沒有啊，很厲害，我覺得很厲害啊，很厲害啊，對啊，哎，大也沒做的，狗也沒做的，哎呦，哎，唱歌就是這種感覺，對不對？哦，好，可以嗎？
年轻人指教一下。然后我哪敢，那很厉害。懂真了哈。对，哎，不是。奇怪嘅，唱个 rock 哦，就是好到懂不用出来。哎，这个，冇因为吼，唱个 rock 嘅歌嘅时间，有我起清度，你看唔会按强，我唱慢歌嘅时间，唔会起加上音堂都懂清楚，对，会较紧张。哦，冇相信堂这位先生嚟讲。来，係錯，完全錯。我當其他兩個禮拜雨堂，帶本嚟嘛個，一看到有迄蔡偉先生嘅歌曲啊，最想講哦，蔡偉先生佢自家本身本帶咩有搖滾魂啊，佢唱樣版嘅歌曲，出有佢自家嘅味思。我看雨堂樣版嘅表現佢自家。我先講我談到按多年咧評審吼按叫。當到香港人嚟唱歌，不過香港人也係講下唱當到歌曲嘅當到人嘅朋友嚟講，其實係當小堂到嘅生有肉，有啲人唱，係有啲人唱歌佢唱結歌呀，唱結帶叫做冇肉，叫骨頭點點，叫冇肉，他就表示說嘅生動汁。有啲歌嘅時間會起踢，唔會。我所以想講，哇，鋼琴出來了，小 Ken 老師這麼有感覺，怎麼辦？其實我知道佢係有天賦的人，因為我覺得小 Ken 老師幫他加了很多分，因為前奏一下去，因為真的很溫暖，因為伴奏，所以朋友帶他，因為佢太後生誒，有啲東西佢唔係講。沒講佢哋做的唱出來的感情，唔過佢有做到，只是說他做的能不能夠 touch 到我們而已。故說講，你下練習嘅一首歌曲一聽，唱那首歌當好的示範，這麼高這麼低，高音你絕對沒問題嘛。上個禮拜唱完後，今日大音2擺都冇下去哦。大音是最難唱嘅，唔過你唱歌唔單止有高音，聽聽啦，你要有很多種武器，低音也是很棒的武器。我講你要中大音，按後堂，你要練那出氣，低音怎麼唱下去？那個氣要很足。還唱羅大哥就是最好的示範。你再拔開來，還有乜嘅氣腳？你專門一句嘅法術下，你動案絕對冇團體，你團體情緒沒有了。第一個，第二個，你不見得斷掉你自己準備那個音就下得去，其實是下不去的。那個情緒是帶的。給法術哈，那個氣要連，你沒有連的時候，你下不去就算了，情緒也沒有連到。這個是我覺得最大讓我覺得很在意的地方。還有聽一件事情，我上禮拜有人講，你一天來接講客家話，共同重要，你聽一句你就唱唔錯嘅。法術哈。你是彈歌夢一唱，你是彈歌夢。不好意思，因為你是資優生，我對你要求真的特別的高。你看這這是不能犯錯的，因為那個字是錯的，你唱出來就不對了。好，要重點。還有我知道Hellboy 法術哈，你自己加你這 R&B， 你自己的靈魂跟搖滾是我非常喜歡的。你本來說歌曲有某有你自己玉藤自己的咪西，這件事情我很期待，因為我很期待你唱每一個人的歌就會變成你的樣子。這件事情是我懂期待。還有最美，雖然剛剛羅大哥啲緊唱啊，那好像有一點搞笑，可是你。沙羅愛記得還有乜事情？唱歌要有想象力，唱那種歌曲可能沒有很多感情經驗。還講你冇唱按到下嘎歌的時間，要看你的想象力。你要想象羅大哥，你要跟他一樣在那邊跳，但是你沒有跳，但是你沒有跳。心酸的歌，就是你有任何的想象啦，就是說那個律動。我剛剛有有，就是你自己要心裡這樣子跳舞，但是你要唱出來，你還自己作詞，你很淡定。不過你要唱到讓我們覺得哇，我好像看到玉藤在這邊，又在這邊，UDDV，我覺得這個就是一個很成功的歌曲的詮釋。不過裡面還係算當高分啦，只是說讓我看到你某曲樣歌曲的功力還有表現，我很期待你後面的表現。好，來，分享嘅分數啦，好嘛，好啦。葉玉田嘅分數。對吧？誰叫你要選慢歌，一次掉2分？都會挑戰啊！給佢喜歡的歌位嘛，係嘛？好了 ，OK， 好，繼續加油啊！加油，好，謝謝，好，來回座休息。好嘞，沙來去古秋田帶來演呢。好嘞，彈緊啦。
我自由的，对，女儿哭了，对不对我？现在很坚强，不要女儿哭哭了啦，哎回来啊，有啦，你冲着今后啦。女儿是被自己吓疯，虽然我听到你那句歌词，我就被自己吓到，翻了这个白眼。烟风一头落山下，烟的鬼无卡。不管归路有一弯弯，不会天边黑。其中有一本路上谱。记载着爱情的笑容，脚踏车的车轮的转不定，再爱归故乡。看天已过，春天又转来，看家树的东风开满了思念的花。心情像风沙，心中有扎眼泪，自由自在，天然地亲之家。天空蓝蓝的日头，照亮童年，永远地转啊转。烟风一头落山下，烟的鬼无卡。不管归路有一弯弯，爱会深到起家。先先生，先生，两位主持人好，连秋亮各位听盘先生好。对呀对呀，哎，秋天老师秋天给大家冲个国，就是很温馨、很温暖的，就很奇特的。就亲有爱的人，系冇？对，亲有感情的人，不管什么国的都爱用。这新翁啊，谢谢啊，新翁有的人是这样，他心里没有感情，但是他就用唱的东西把它表现出来。你讲嘛啥？谁？有一些歌手有的会告诉我，对对，那表示个技巧好啊。对啊，对啊，所以他是有爱的人，有啊，有爱的人，条要冲给条狗也没黑，而且他们家族就是 good family 之外，对啊，哎，你家里真的好幸福美满的感银觉，暗多，每有家都每国，对啊，为国争光。是女儿是嫁给哪一个国的？米格，米国，哎呦，哇，奋血，哇，奋血，大雕了哈。哦，19毛糖都留在银号了。对啊，对啊，很想念贾斯汀哦。哦，贾斯汀比可以以后一冲毛糖。看到他你就觉得好像看到自己女婿一样。哎呀，错啊，真的哦。对，错。甲贾斯汀到了的时阵，我都未感情动吼。对啊，佢讲伊亲皮衣服你在上。哦，真紧哦。真的啊，同爱讲的啊。哦，伊唔系同伊讲，系同爱讲呢。真紧哦。系啊。所以也孙女迄屯也迄讲啊，系嘛？诶，我爱摸的这个图。这个图。诶，佢提薪留职。在米滚吗？到台湾。台湾。那离开跨差不多500公尺而已。哦，冬天啊，冬天啊。对对，错。从台湾转来啊。哦，要转来。转来是讲英文啊？转来爱尽量落去讲下。讲下。还蛮好，对，他是长得有外国脸还是？外国脸，混血的用外，可能是地外国诶，上楼动电音箱，电音箱，洋娃娃一样，对，像洋娃娃，佢嘟嘟蛇眉嘛，按同伊讲哈，佢当然是没有好起来，佢当好爱唱嗰条。黑马街咯，黑马街咯，他會講黑馬街咯，對，他黃必祖先生嘅歌誒，因為聽解最美。哦，對，哎呀，
所以佢有3種語言，3種。哎呦，厲害哦！聽哦，英文、係中文，係還有客家話嗯哦，所以會混到啊。還有應該聽他講啊，長大以後搞不好多一個台灣國語。哦，客家國語，客家腔，客家腔。客家國語。對，哎，有沒有以後啊？對啊，多一種語言就是多一種學習嘛。真的真的。哎，這個混在一起啦。然後你一集會差唔多有2種語言。哦，真的哦。比如說這個，我想要吃蘋果哦，I 想要吃 apple。I 想要吃 apple， 哇，很可愛，很可愛。係當定一下。好來來，是不是走錯地方啊？向師弟欣賞公平哈。先生好。好，秋婷姐姐，今天帶來嘅一首歌曲，因呢，一個歌曲我知道同適合今天嘅心情，然後適合也係可能你的 vocal 的感覺，我覺得都很適合你。講亞嘅歌曲，因為亞嘅歌曲嘅表現嘅方式，它比較內斂一點，所以呢，可能我有嘛大起大落嘅機會冇乜個有，所以呢，可能我就會當注意到你頭前一個嘅時間，你係沒掌握得很好。其實要說歌曲，你從頭唱下來，我最喜歡的就是你開頭的2句，好，就係煙風一頭落山下。煙呢歸屋下，兩句話其實後背沒有唱，不過呢，喺2句來比較的話，我覺得你前面做的真的非常的好，那個心情上面已經把自己穩定到你去個上去講的講的呀嘅歌曲嘅故事，嚇，不過呢喺講到因為呀嘅歌曲嘅用客家話來唱過嘅，所以。雖然講也沒係邱信儀手下，也沒係客家人，可是呢，這個歌曲的旋律的部分，我要講的是旋律跟歌詞，我們咬字的時候要配合的深度。所以有時人可能背他背時間，我們在咬字上面會有你的習慣，可是必須要考慮到，旋律部分許不許可那個習慣的存在。我要舉例的就是寒天一歌，春天又轉來。這個地方我聽到的感覺是每一個聲音都是往下沉的。OK， 噠噠噠噠，糖豆的嗓音應該會按嘞，可是會是會是這種聲音。所以我會希望能夠改變一下你自己在某一些字音的部分的咬字的深度。因為人哋開綠花老可能南西人哋花溜。應該當明顯的冇重要，所以呢，你可能咬字的部分就會咬較重，這是很正常。可是呢，在旋律的部分的配搭就會出現有一些衝突。這個可能我知道作為的歌數，我們可能還是要考量到某一些地區性的語言的部分。就像人家得學英文，我們會有所謂的台式英文，當然我會希望盡量不要有台式出現，一標準一好嘛。所以我如果是我的話，我就會希望。我再研究一下邱信儀，他到底他的唱法，他到底的深度跟着旋律、歌詞的咬字的配合度，到底他怎樣才可以貼齊？我反而會想要感覺到這一點啊，想我感覺到壓一點，所以我要希望講壓個部分啊，可能我們在歌詞的咬字上面，因為它會破壞掉整個故事的形態。這樣我會希望在這上頭，因為這個是你最擅長的。知道你做得到後，所以我覺得可以改善的部分就是再仔細研究一下，亞個歌數的部分，給它創作的部分底部，亞個歌詞的旋律，它到底希望走向什麼樣的程度？在咬字的部分比例到底要多少？我們可能深度要多少？往前走要走多少？這個都要研究一下，你就會做得更漂亮。OK， 安子生，西木先生，西木先生，來喲，來講分數啊！好，歡迎下顧秋婷嘅分數。來。好，換曲呢？西木先生，西木先生，95分，西木，西木呢？哦，95，西木，哎呦，厲害呀！嘿，讚哦，嘿，95分呢？你有這麼高過嗎？一槍有過，當九毛咧，當九毛有200，哎呦，95分，好不好？哎呦，西木，謝謝貴哈，邱婷姐，謝謝。95分呢？國內。對啊，我剛本來沒有在意，後來才恍然這樣驚覺一下啊，95分，哎呦，這95怎麼會落在他身上？哎，怎麼了？從那邊親後啊？對
不过你平常的93点，对啊，差不多呢。有突破，表示有进步嘞。哎呀，来沙来，沙来，迄宋祖母带来纯菜。来弹看啦。爱到度了，强加双脚，强加下脚，阮是为头马该日下，好用力，并去聪明，不看路上就给翱翔，马萨头是独强。 气氛真亚军哈，对啊，错，好棒，好棒，好棒。敢够有 TPA 有练习给他歌诶，系嘛哈？其实我给就是我自己原本的声线跟他的有点像。对，其实以后唱歌你可以就是用这种方式唱法啊，这也是一个很独特的唱法。给他声音他有一些嘞。 它温度比较温暖一点，对啊，而且我觉得现在年轻人很喜欢这种的共鸣。台湾现在很多人也都这种共鸣，很好听啊。后堂啊，后堂啊，这个青岛还有上瘾那句诶。也共鸣腔你不用那俩，啊，做某嘛挺同啊。对啊，这种共鸣其实很奇特，然后做的油啦。不知道是因为我很喜欢唱英文歌的吗？ 就是因为有一段时间很喜欢练英文的歌，练英文的歌哎，就这样，对，就这样唱，对。好了，先来堂欣赏共鸣啊，好不好？这样必须紧张。哇，我觉得今天这首歌真的是太适合你了，超级的适合。好听。因为真的很好听，因为其实平常爱弹你唱歌，我不能说。 不喜欢啦，就是说有一个我不是很习惯的，就是我记得以前可能我也有跟你说过这个问题，对。那但是你那个特色在这首歌上就真的是太适合了。好，但是我觉得还是有一些的某穷哟，因为你本来就有你自己，再加上你有模仿，好，你在学亚军的时候，你有模仿他，所以因为模仿的缘故，你自己天生的这个东西，因为模仿你反而那种变少了，可是又保留着，运用在这首歌上面。对，所以我觉得这首歌你的整个发挥非常好。那刚才你提到你听很多英文歌，学很多英文歌，这个对于你在那些细小的转音上面会有非常非常大的帮助。其实我觉得那个对你来说，应该会给你在唱歌上很多的养分。对。那只是说我艾奇嘎会有一个感觉啦。如果是我觉得，就像我以前常常会讲到，就是说，张亚军这样子唱，但你并不是他。
好，谁这样子唱，但你不是他。所以说，我觉得在你模仿他的这个部分的当中，我自己会觉得你的咬字可以再清楚一点。哦，你可能在唇齿上面的东西可以再多一点点，让字能够更清楚。但是基本上今天的这首歌，我觉得你做得很好。那些高音的那个转音啊什么，我都觉得非常的到位。那未来的日子你在唱不是这样的歌型的时候，你也把自己那个东西再收一些回来，然后多一点点在旋律上面的这个你漂亮的声音的表现，然后把那个那个去稍微不要那么多，我觉得它是你的特色，我不会要你全部没有，但它是你的特色，但是怎么样运用的恰到好处，这个就很重要。那基本上我觉得今天这首歌很棒。谢谢陈光先生。好，很不错。OK， 好，知道了哈。好，OK， 好，来看一下分数。宋祖梅嘅分数。96分。少宇。祖梅在这，少宇在那。对啊，少宇。我看少宇现在几关了？5关。5关。嘿。好吧。冇一聽啊！對。我相信佢啦。我跟你講，有佢嘅實力啦。對。係冇。剛剛他在唱的時候，你應該手要這樣子交叉。剪斷他，破音冇啦。對 ，OK， 好。OK， 好，謝謝。什麼祝福你，什麼欣賞？可以嗎？哇，一下子96分呢！96分呢！今天分數。咁某一天啊，某一天嘅李小雨衝上嚟2條歌嘅97分啊，98分啊。哎呀，好不好？係冇。27.5。係啊，就做得了啊。對，好來。李小雨帶了。不要緊張，好不好？上慢，愛歌嘅。門前老花有幾多，慢慢飄來芬芳。依稀舊事從門後，讓佢對對鬆鬆。暗鴉蟲，呼吸也更重。揭開萬幾條，想來心跳很難離，轉身目字跌落，看情重，愛心說。
小吉噶，是梦小姨啊。小姨啊，你会讲吼，你先讲，你先讲。你先讲啊。因为发现到，歌词唱错之后，我自由了。对，你第二次也唱一样。对。你干嘛要？我感觉到我自由。你干嘛要自投罗网？搞不好老师没听出来。怎么可能？不可能啦！怎么可能？然后我就刚刚那个自由之后，觉得好像又再找到一个新东西了。他从失败中学习。其实每次都很冲到今后啦，有很气改迷。你这样要从头再来了呢？没关系啊，就是都是学习嘛。这很可惜啊。就浪费大家的时间了，不好意思啊。不会啊，你要赚250块啊，谢谢。谢谢。以后多多挑战，多多挑战，多多挑战，多多挑战啊！他常来给接落一把，里面还有这个通告费可以领。对啊，对。你看一把冲来，给我做闷矮。对，我就是想要不要问。对啊。没有，其实我觉得。不是凶就闷矮。一条歌没有，其实它有它的味道哦。有几米西啊？有几米西。黑暗，调下岸，同佢分享讲啊，下来条歌的故事啊。对啊。但这其他中国的哦，比头摆来讲较稳，懂稳。你头摆中国，对你以前唱歌就是因为你的 vibration 很多嘛，但那种 vibration 是很棒的 vibration， 真的，很细节的 vibration。唱个 Broadway 啊，也还讲这种那种感觉的话，好像就是要非常放的那种感觉。不过其实他就唱根本线两条歌，他其实比较收的感觉。但是他收的很稳啊。嘿啊，轻稳啊。都懂某稳啊。嘿啊，应该是动感谢闹热打了一台，他会打了一台啦。对，真的，你现在比以前唱歌稳太多了。而且回去演音乐剧，会发现在音乐上面的学习也会让我在演出中从音乐剧其实会跟有一点点不一样，我对音乐更敏感了。嘿嘛，冇强用嘅角色，冇叫啦。女儿哭了，对不对？我现在很坚强，不要哭了啦。不要，有啦。你冲得今后啦，是被自己吓疯。虽然我听到你那句歌词，我就被自己吓到，翻了个10个白眼。然后我这样，这句词到底是什么？到底是什么？你让嘉修老师告诉你。我感觉是值得原谅，因为秦飞他很投入。是在讲他廖树国从一开始他唱的时候，我跟这位老师2个就开始互相对看一下，说哇，因为这已经你知道他有一个企图，就是用他的痛去超越吉娜的感觉，就是柔软，然后那个宽厚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就是完全唱他自己的一个 style 走出来，真的那个歌一下去的时候，就会觉得他突然表现的那种感觉，不只是吉娜的技巧跟那个 power， 然后跟那个声音的亮度，他完全用他自己的那种很有故事性的料，因为感觉就看得到他在，你会觉得他好像是一个画面的 background 的感觉，就是我第一次觉得怎么那么喜欢他唱歌的感觉，就过去刚刚从六公他想做 Broadway， 他想到 Las Vegas 的那种感觉，但是他今天终于唱出来了，然后自己就陶醉到忘记歌词，所以。有的时候是觉得，其实做一个艺人尤其像他这种很感性的艺人其实哭也没有关系，因为你在这个上头，因为这样子，然后扣分，其实坦白讲也是一个过程，你知道？下次你就会投入情感的时候，稍微再退回来冷静一下。在比赛，我现在不是在自己自我催眠的状态，我觉得他已经到了，是在讲还是干嘛讲？歌唱比赛难得听到歌手他已经自我催眠，他已经爱死自己了那种感觉，真的感觉上那种情感里面感觉到，我怎么会那么棒？我怎么唱得那么好？然后我忘记了下一句该唱什么。对，而且他2次都回到那个地方去，所以现在讲他试图让你以为你的歌词是打错的。对，你蛮聪明的心机也蛮重的。对，不怕啦，我是觉得。是在讲对大家来讲这是一个享受，对你来讲也是一个里程碑啊！你的底用，过去人家总会觉得，你知道刚刚一报歌名，我们罗哥那个表情就是吉娜好，你准戏哦，对那种表情，但是他克服了，他把这个感觉做出来了。对啊，下歌就不一样了，我相信所有人都有这种感觉。来。这位老师，我们4位老师都就是一直很看好你。那这条比赛最后搞的所才讲，它不是失败成功那么简单。很巧，在中间的时候你撞墙了。上礼拜我们就觉得你有一点点好像想太多了。安龙讲的摄影，安龙讲我们尤其是我跟慧慧老师，我一直觉得你把你的人设做得很好。
到了第5关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好像慢慢的看不到真正内心的那个少宇，你懂我意思吗？你要不要跌下来，卡斯跌下来发？我知道同学的机会，还有杯宪歌也好讲，从头来过的时间，我觉得要让所有喜欢听你唱歌的人更走进你的心里。你懂我的意思吗？声声慢我们可以听到是这样子的，可是我们觉得你还是有一层纱，我们看不到那个真真正正的少宇。你还爱去躺你俩出国歌，我觉得5关歌词，我说实话，我的分数我没有给你很低，因为我觉得你不能太贴机冲出来，我觉得你就打动我了。可是打动我不是第1句而已，我要你整首歌都打动我，这是你要做的功课。就像你要演一部戏，你有你的角色，可是在这个比赛是你耶，是少宇耶，你不是在演别人，是你自己。2件事情你一定要记得，好不好？好，欣赏。 OK， 来哦。我要唱注目的来到舞台中。哇，这想象不到。分数来哦。对啊，对啊。唔知万一要初中美面炸波比啦哈，但是等下可能初中美面炸波比是安尼啊，周记啊，周记，拍摄啊，啊，是选来了嘛哈，哎呀，刘洋竹嘛，替白经验嘛，按子说，按子说，哈 ，OK， 好，好，要再来看一下咯，好，看一下李秀仪嘅分数。真也松了的时间，那个5、6岁要离开爸爸妈妈，会紧叫哦。妈妈带他来呀，他就带到门口的时候就妈妈，我不要上学了，这样哭了1个礼拜。哇，当你叫啊？啊，你就冇上课嘞？他就是这样，他就是说妈妈，就是这样拼命的这样叫妈妈这样。这以后可以唱金属，对啊，金属乐了，对不对？看一下李秀仪嘅分数。哇，你还是很高分呢，9分呢。你如果没有落差的话，对不对？你还是就通过了。对嘛？哎呀，没关系，是学习的过程。不怕，从头再来咯。怕什么啊？下礼拜见，下次再唱一次这首歌了啊！来，恭喜祝梅，挑战成功，登上避免炸风衣，避免第1关，恭喜宋祝梅。也来到传统组的波比争霸赛，目前的避免炸系共用5关的燕婷，燕婷，你们要加油哦！好，上礼拜系评分嘛，系啊，说保留的啊5关哈，继续加油啊嘞，加油哦！啊，升级哈，变6关，好嘛？好，来，好嘞，哦，今日咩有一场新的朋友来？有哦，欢迎哦，欢迎啊！来，比赛之前的介绍完评审请上来。好，欢迎nguyễn生琼先生、李秋霞先生、吳春玲先生、曾明珠先生，先生好。是你国宝级的先生介绍听呢，就马上进行今日比赛咯。TV 参赛朋友来自新竹新埔，占用米带来评判。来，躺开了。了
哎呀，杨明基你好，主持人你好。之前有来过啦，有来过，有印象，对。係啊，邊個記下拜哦？阿吉按慶祝啊，當慶祝啊，上到按醬，係啊，我對你印象特別深刻。按拍攝，對呀，謝謝。阿吉來過幾多班記得嗎？唔記得。有來過就說，你咪有印象啦，有印象啦，經典印象啊。對呀。誒，阿吉之前迄開幼稚園班呀，迄啲幼稚園班。係都我們的社區的托兒所。沙鐵托兒所，啊，做先生啦，係啊。對。做保姆用啊，係嘛？對。哦，小朋友幾歲？因為我們的場地它細哈，就是只收5歲6歲的。5、6歲。那是中班跟大班這樣。我親披風呢，吐兩種細數嘅聲音呢，我親有耐心還有體力呢。對。係麼？對，你啊細學跳歌細學較乖較好教。跳歌。就你下退休咧吧？你下退休咧。退休咧啊！我嘅生涯送來嘅時間，那個5、6歲要離開爸爸媽媽，嘅時候叫我。那家中嘅天天上課呢，我脾氣上煙呢。那哭得很兇，你知嘛？對啊。媽媽。一個哭。其他的不能輸哎，他也覺得你哭了，我不能輸你，我也一起哭啊。唔過每次堂哥嗰種媽媽很催，就企喺個片子勁叫，有沒有？媽媽轉身過去就不哭了，冇看到已經唔會叫了。對呀，不是，就是那好像是一個種子一樣，一個哭了，其他的都很好，可是就傳染了，然後就是哇哇哇哇，就一大堆。對啊，然後有一個小朋友是最值得一提的，怎麼說？他也是這樣子，媽媽帶他來呀，他就帶到門口的時候就媽媽，我不要上學了，不要上學了。嘿，那媽媽說沒關係，我等一下再來帶你。他說好了，媽媽你要早點來帶我哈。然後我們就把他帶進帶進教室來，對。然後他呢還是繼續的哭，媽媽，這樣哭了1個禮拜。哇！哭了1個禮拜以後呢，可是我們也想辦法要怎麼樣子來平穩他的情緒一樣的。然後我們就說，你真的如果很愛哭的話，你就去廁所哭好了。你要不然會影響到其他同學。對，然後他就真的去廁所哭。繼續哭。對，就哭，再哭，哭了差不多也1個禮拜的時間。哇！偏手又給我1個禮拜。對，哭1個禮拜。那麼要不然呢？他最後他來的時候，不用我們叫，他說你去廁所哭，他自己主動去廁所哭。當然了。對。當然叫啊。你就冇上課嘞。他就是這樣子，他就是說媽媽，就是這樣拼命的這樣叫媽媽。這以後可以唱金屬。對啊。金屬樂是不是？然後對啊，然後更好玩的是哈，他還會在那門縫裡面偷偷的看我們。有你可以這樣叫。嘿，他看到我們在看他，他又，本來他會停嘛，因為那樣哭很累啊，是吧？小時候心機就那麼重，沒懂跳呢。他會停，他只做有效的攻擊。對。然後看到我們哈，有在看他哦。他就又開始哇，媽哭，然後我們就會說啊，那你哭夠了嗎？哭夠了就回去坐下來吧。他也到最後都很主動，自己進去哭好，自己主動也回到位置去坐好來。他搞不好是開嗓而已啊。對。你就會當你給我開嗓。那個小孩長大了嗎？現在很給了衝山歌啦。現在應該也有30幾歲。30幾歲那他應該可以去找一個行業啊，就是人家那個喪事那個嘛。少女白痴。少女五子枯木那種啊。你是用麥克風那種。媽媽，那種。搞不好他現在真的做這個行業也不一定。從這語料，從這來強貴欣賞來公平哈。來自新埔的新朋友哈，張永文醫師。唐醫訪問那些崗位哦，上線各方面，當活動人員，我今日從那片板哦，偷偷下唱些感覺真好。後來呢，還是感恩
发现到啊，你头先记到还袂记，个专腔那些啊，个声会变哈，声线冇强样哈。你感觉还是讲你很美来会加强来训练，用那些思维讲，弹起来润润朗朗，用那些对你歌唱可能有帮助。发觉讲是你润气发声那方面，来加强来努力哈，加油啊！对，要加油的啊！加油咩？分数啊，蛮快。看分数啊！看分数，哎来。好，来看一下展优米给分数。好来。哎呀！哎呀，这分数又较大哦。没有关系。糖那个懂莫问呐，懂莫问。有参与这个喜乐就好。是，还是因为那个小孩子真的哭的影响你，这样让你你也跟着哭，这样哭到声音都哑掉了。谢谢。哎呀，谢谢。什么又什么，谢谢。好豁达，有参与就很开心了啊！对，参与的过程最重要。是。好，来沙落用力打落3个字。好了。连熊马莎，对，你要背不起，对啊，太明显了吧？啊，紧张紧张哟！不是，难怪佢上礼拜没讲，佢做诶，安尼，对，下点找不到，你今天有找到啊？有啦，有找到，你只是音没有找到。你那平常靠听。嘿啦。你说干咩哩啊？对，你唱唔干嘛黑？干咩哩啊？你唱唔黑？对，然后一直在怀疑自己的人生。你表情好明显哦。然后就觉得这首歌很没有情感面，有没有？那条歌不能有吗？你还没有歌颂一样哦，没比从歌听啊。反正志在参与啦。嘿啦，参与就是。传统又唔系唔清楚四个两个。对啊，就会有欢喜心、喜乐心，对吗？哎呀，多好。能够冲出，能够冲掉这个做讲在上不来啊。对，每一摆都做得讲。你蹦铁的时间不做呢？不会啊，蹦天那会转哟，对啊，一下就刮破了，好不好？你改天试着去蹦铁的时间做呢哦，就是双礼拜还有皮衣那个毛衣啊那个。冲起来没按哟，转哟又蛮蹦的啊，我又蛮蹦的，是蹦开。然后躺个音架给丢唔黑吗？对呀。跟那下面就很多人了。对啊，下面就。
你搞不好你的同事就把你拍起来，然后就po在短影音。这不对啦，请扣车。对啊，这个人这样会有公安意外，好不好？特别遗憾的吧？不行，我的工地会被罚钱。哦，你可以戴个帽子就好了，工地帽啊。穿布鞋，戴工地帽。对啊，穿媒人婆的装。不行。啊？进不去。进不去。哎呀，对啊，要有做事会有做事用的啦，系嘛？来创国有创国表现舞台当中的用的啊。做迄类啊舞台，尊敬点舞台，做讲。平常时就是公演那个装扮。平常时就做事嘅那种装扮啊，系嘛？对啊，我台上台下不同人，人认不出来。对。哎呀，有没有以后啦？做的啦。对，但是做工的人都是辛苦之人呐。辛苦啦。对啊，对。做嘛适度啦，创国翻译就好了哈。对啊。肯定会面对演示的哈。对啊。唐先生讲别。面对现实。叫魔上啊讲别。还是要讲。今日可能三国志迄魔术迄嘛啦，我都不熟。啊，魔术。全部都魔术。魔术拿了录啊就说回来。看录主。假扮记笔本记啊。听一个我紧答破的，对无？啊，不过我创因今日就听一记第四记这个后背了，你讲四季八节嘛，啊，那秋果路快到到了位，你是走人呢？你这个点哦？唱到平板去了。唱到平板。冇唔錯，唱歌嘅就能夠交朋友，能夠交到千多朋友。睇完交朋友當中，唔到去吸收比賽嘅長處。哦，軟腳，國人唱國人強啊，軟腳，但咬師重要。你咁樣咬師嚟講是冇問題啦。不過你就聽一句，其實佢後背你唔知做得個表去了，了轉不下嚟，人家都轉嚟啱嘅。你知有咁講嘛？嚇！我想去阿鳳啦，錢啊可能都會唱啊，唱邊下好喎嚇。冇一天哦，冇一天。驚冇一天哦。係啊。傳統嘅冇咁簡單。係啊，真係冇人講。講老實話嚇，啊先生啊批喊你啦，啊你冇啲破嘅啦。但是你就算做得當明顯。能夠留下來冇？我唔知哦。講老實話，我唔知道哦。哦。啊，希望係要留下來，下回加油！好，陳先生，好來，可以快留下來嘛？可以啊，用你嘅本數。好嚟。啊，要啦，要啦，要啦，講到你自己評分啊，你兩三強啊留下來。所以兩強啊我留下來哦。係啊，後背冇可能按你分數嘛，一定較高啊。那一定。對啊。對不對？他們那要不要加油啊？隨便腳拉一拉，嘿，就算錯唔錯，表情沒按明顯，好冇？你聽下就，你是對這個跳舞私心的，係啊，多學多聽多唱，好不好 ？OK，加油，好，加油，謝謝。什麼例子？好，也可以哈，可以做休息，還有可以穿漂亮衣服出來。反正你就蹦鐵的時間就硬扛硬衝啊，係啊。好了，殺了，殺了，喺城裡面帶來落山歌。好啦。炮竹上奏，一岁出南。春风了，送暖那泥土树那。
天门万户。通通因那总罢了，心头啊满口苦呐。泰国，礼门泰国啊，有礼貌，对，礼貌，哦，咩友好，友好，兄友弟恭，哎呦，哦，对，有幾多兄弟啊？有5屆兄弟，五屆兄弟，每一个都偏手底足，你知道吧？排第三，哎呦，跟我一样。哦，没有，我排第4啊，我排第4。OK，從細漢用強下五兄弟哦，也6生人。我有3個細妹啦。哦，3個細妹，哦，廿妹廿八強8個哦，8個哇！台灣人行真係行唔強，需要勞動力啊。所以跳過生活當辛苦。這時間。因為我提過二個，我3水台嘛，所以一定要到。不靠天手做事。不止家里的經濟部分。大個會來天哦。哦，來天。二個會做牛誒。乜該過天孫啊？個天孫會吞，要該冇係打空未流水啊。哦。愛做熊牛了。熊牛啊，種牛就出嚟哦。上次要去台山當去割草咧。那麼割草。哎呦。要上次哈牽牛去不去食草要嘛？甲細個嗰樣7歲田哦。7歲家吼，甲牛運過啊牽唔爽啊。我幫人們講愛了。伊跳車甲險甲牛來下來，捉夾2支牛角啊。捉2支牛角嘅嘛，記住俾人卡上去。牛背當上去，我就騎上去。哦，騎哦，用騎上去，其實我就載人行就出嚟。基本上用牛角啦騎上去，冇我騎唔上去啊，所以咧7歲田啊。你都騎到佢牛角當哈？用坐上去啊用。騎上去，那就跟那個美麗嘅同手嘅邱茂源一樣嘛。對嘛，他也是就坐在那上面看書。我個牛，我都要牛當怪，我爸教我樣扮挑擔，乜個挑擔啲嘛？挑擔。調個牛角擔嘛，牛角個牛鴨啊，牛鴨啊，彎個牛鴨啊，叫佢調伊落，叫佢落叉嘛，落個牛叉，佢一間調上去啊，我教伊向我教佢，調起來。怎麼裝牛車的？搞個牛誒。用牛角咁調伊落。哦，搞會唔會啊？技巧啊！牛洞跳呢？佢準備跳去啊，跳去佢就拉叉咧啊！拉叉我當日聽我爸操牛叉啦。上次係過好把要麼，前次嘛，跟牛做啲超水哦。哎呦！佢就帶嚟牛叉啊，等我拉過好把。哦，牛特別有靈性，太牛啊！係啊，衝突嚟哦，唐先生公平哈咯，向傳領先生。呢中國人啊哈，就人家講老牛平常生嘅成分啦哈，就有多少嘅年代嘅關係。所以我心人有講過，呢客家嘅三國詞就係一直流傳下來，到呢下嘅能夠流傳嘅原因。中國咪強調，呢一件能夠創好一首歌嘅，就老平常嘅成法，像重要樣嘅，呢自己嘅個性、自己個性，呢中國轉彎，一樣嘅創較好創，較將為很多熟能生巧。從你講嘅。因為北上唔去嘛，嗬，人哋我哋咧，當要牛角嘅位上啦，人哋就騎上去，嚇，你唱呢三個咪強咗，人哋講，呢個嘅較綁唔去嘅，嚇，人哋一樣去轉運，將我轉運呢個位上咧，攞佢騎上去，就按樣件，用按樣件嘅原理啊，去帶
通来创安尼个客家山歌啦吼，我相信我有个帮助，也就讲老神法。平常嘅成分啊，帶入安尼唱歌嘅方式來安尼。好，安尼也講到人家唱嘅一個老山歌。好，不能講安尼老山歌，有人講老山歌呢，千唔好唱。其實呢，唱安尼要講客家話，唔就會唱老山歌。好，老山歌只是唔知獻上天呢，好獻嘅呢炮竹上嘢，唔知炮竹上鐘，唔知後邊呢就嚟個獻上獻米，行嗰個轉嘅韻落去，好韻啊就似個去。將人咧，安尼煮菜樣嘅甜鹽、甜米酥，安樣較拄好食。唔似咁慢慢咧，多久嘅，唔煮菜煮嘅久嘅，唔煮地講兩個菜色呢，安樣比較好食。即係就個創嘅羅山歌嘅獻上嘅上鹽嘛，嗬，就強樣安尼。看那邊較無順，誒就慢慢嘅攞佢獻上，慢慢轉順來。創嘅首歌呢，似個屋下，似個感覺到當順，幾好聽。好，某一天配上人唱嘅糖都好糖，但是呢，人家先本隔壁連沙，自家熟悉嘅人啊，先本佢唱本佢了解下，我想我落去參加比賽哦，我唱係唔係有順冇？誒，我感覺有順咧吧，隔壁連沙糖都講有順，誒，今日上到電視台嘅時間呢，你經過一道評審啦，佢希望啊，我按照唔到人嘅唱嘅本身嘅人嘅技巧。然後呢，你正簡而嘅嗬，一個狀況比較較適合你本身也個評審啦嗬，佢家就嘅意思有順冇，安樣佢就塔到唔去個唱歌嘅上來也個電視台呢，真係個增加一層那個進步啊咧。啊，家下再個講啦嗬，人家嘅唱人家唱嘅就首歌呢，都當小時咪去唱，嚇小時唔是咩當嚇，但是啊，既然歌嘅時間，我希望講啦，你唱歌除非講你有自聽嘅歌嘅。嚇，但是你講，喺平時那個冇自聽歌嘅話，我來比賽翻啦嚇，你就拖一首較順嘅歌嘅、較好唱嘅歌嘅呢，先來兩個比賽，安尼對人來講啦嚇，會比較較強順安尼，也係我個人嘅建議，謝謝。謝謝先生。唱順嘅歌嘅。對，唱順嘅歌。好，來看一下佢嘅分數。好，看一下陳裡面嘅分數。好，93分哦，走的，冇問題。哎呀，恭喜啊！好，裡面睇過安子生。對，我睇到是佢同阿婆90人歲，阿婆唱山歌啊，蒙牙齒嘛，說句話是。主要聽，就是這個，就懂清楚佢哋唱乜嘅東西。係啊，冇牙齒要做唱東西。就冇牙齒啊！說句話說，主要聽。係啊，我覺得青蒿咧啊。係啊，希望青蒿葱。就懂明顯，係啊。葱一隻玉米啊。係啊。好啦，沙落去煮成分帶來3個字。嚟，等我啦。摘茶愛摘。自己會煮菜嗎？也不會煮菜。不會煮菜哦，好吃嗎？還不錯。還不錯，自己說的。阿婆說我煎的鮭魚很好吃，她說很嫩。鮭魚有沒有技術？有，還有那個外脆內嫩的那個技術。現在有那種烤箱，其實也不用煎。
分子，真行袂通的。行好汤哦，嘿不嘿？对啊。休酒嘅一个上又强。系啊系啊，一顺三迄么个迄参加叫呢合唱团的啊，也朋友送团的吧？朋友送来朋友送啊。合唱团做安样？朋友係獎的吧？做模型部做的。送的。佢托心球作了後，佢講佢冇用到。哦，就送啊，本送天使台來做安樣，係嘛？香港是有用到都得嘅，哎呀。安尼裝備看見咩當翻伊啊？係啊，裝備看見當翻伊啊。對啊對啊。有人做又好看啊，係嘛？係啊，跟那抖音是對啊，那年啊。因為我哋喊東多。東多啊。係那朋友拿東多啲嘅電。東多三票哈，電歌館那樣。哦，也很有東多安尼。朋友提供，你有服饰供應商就對了。你做嘅多贊助藝人的那種有嗎？多了，哎呀，你至少還要有20套哦，差不多，對嘛？我成本嘅喺上海高管嘛，冇啦，你爭過買。哦，冇啦，爭過買啊。冇還有啲方式啦，你做啲春季啊，用力搞彎啊，加一對嘛？佢動多，叫咩動多啊？你做啲搞彎，搞彎而家拉呀用。啊，互相比如講，做唔得啦，你下來向我比，你做得出嘅衫。啊？哦，可以啊。用做唔得。這個禮拜你下服是不是？啊，下個禮拜他穿安尼啊，彎來彎去。對啊。阿用誒神父做的搞翻做咩以後啊？對啊對啊係啊。有咩一種搞流搞朋友方式啦？上起來，好。冇唔錯。好嘞，重提來唱民族欣賞來公平一下。好來。好，新婚之做了先神父親講，歌頌，哦，上六講，上潤做得好，四季八節，你唔會脫節，哦，我談到青春啦，哦，因為國人嘅觀點冇強壯嘛，哦。有時我談到好，譬如某一天會談到青好啊，但是我談到青春意，哦，是表示你有自信，哦，你做得出口是唱到當順，係樣人，唔會講歌詞冇配熟，見唱見到個聲，見到個配，係樣人，嗬，是會影響到你嘅分數，所以呢，一首歌好聽，即個。一禮拜來配一拜，食材啦唔係問題啦。哦，睇自己要用心啦。哦，我從頭講啊，參加山歌比賽，我唱唔熟嘅歌詞。哦，冇條條線嘅當難嘅歌嘅。哦，人彈下歌3分鐘是歌體嘅，唔可以講英文當有文章。哦，當有文采啊，樣人啦。哦，主要係你要彈到你順意。哦，上音有潤嘛，拍個有準嘛，兩係青春嘅話啦，好，繼續加油，好，師母先生，謝謝的，請打後表演。對對對，也冇聽啊，一禮拜沒可能拍唔起來，落誒呢。就算了吧。來，看下分數。看下主新婦嘅分數。95分呢，哇！什麼？95以唱喺新婚之嘅基本分。基本分，今上禮拜95.5分。哎呀，哇！正經本演田動太壓力。真的。還有常言想我努力的打標，係啊，我標同樣都用咩？同樣總比標前比標。正經唱得好，係嘛？個韻味正經冇強用啦。好啦，那就先回座休息一下，等下可以慢慢過關嘛，哈。茶杯就好，茶杯就好。好啦，等下又下來。下來呢？下來 V 面炸來演田帶來老山歌。彈過啦。茶愛茶，
本歌啊，发翻金毛。今日唱得有自信的感觉啊！这个你的竞争心被激出来了哟。有啊，要跳歌做的。哎，知道了。一号糖呢？知道一号糖呢？嘿啊。唱到以后。嘿，给他晕以后。翻译嘛。翻译啊！这真是个宝的喂。哎呀，是个宝的。你自己会驻吹吗？还不会驻吹。你会驻吹哦？后生吗？还不错。还不错，自己说嘞。就说如果有朋友去你家，或是有亲朋好友，你就拍照嘛，拍一照你拍嘛。阿婆会阻挡，因为我太慢了。哦，你跳慢了。阿婆自己落，我还在这吹，你就会动牛诶。哦，你都在就早晨开始啊。系啊。就准备啊，就备菜啊，备料啊。你做本其实8点要起床。就差不多啊，绕到住一层，要买菜啊，要准备啊。要不然你是怎样？你每一次煮菜，嘿，阿婆先准备好了，我能煮吗？你就炒啊。阿婆就讲，你可以来煮了，然后我就来。这算什么煮菜？跟五个同事吼，切好，哎呦，还有，哎呀，不用盐哦，还很变量哈，哎呦，还有，就说你煮的出来，不用盐哦。哦，那个要翻一翻。哦，那怎么算会煮？那个东西应该吃不了。很难吃。哪有？阿婆说我煎的鲑鱼很好吃，她说很嫩。鲑鱼有没有技术？有，还有那个外脆内嫩的那个技术。现在有那种烤箱，其实也不用煎。没有，鲑鱼那会是嘛技术？对呀，不然你就一起面的要煮菜啊呢，要煮饭呢，谁来？这样比较好，这样比较好。对啊，你就可以，你就什么都不会，茶来伸手，饭来张口这样。好像听说现在女生要装笨。就是不会，对，什么都不会这样，然后男生就会好，还是我来，然后以后就都来，还是要看。有的男生也很贤惠，真的。哦，真的有，哎，金哦，对，还求某独豆啊，没啦，谁叫你太厉害了，太会煮了，对吗？好了，来，从这来讲，我欣赏了公平哈。好来，年轻的来小妹妹哈，老师好。今日唱了罗山歌。来感恩人为呢，你古代人啊，分面各方面全部要比上礼拜哈，佢唱腔要好进步哈，你当可喜的一種現象哈。後生呢就對我哋傳統山歌要到呢一種程度，非常難得。不過我哋講嘅感恩的意見啊，是。香港嘅歌然後炸歌好嘅，嗰種係本意點建議。天一季到第四季，皮皮咧摘來呀，摘來本歌啊，兩個些哈，佢流暢度。唔啦讓，唔啦轉彎人用。我想講，我攞了人嘅時候唱，佢會相當係佢鐵絲苗了哈，一片人啊樣嘅些，讓到，還有氣勢嗰度啊，莫比嗰只阿是莫比嘅主持哈好唱，不要喧賓奪主。看再來呀，看。係咩會好聽？互相去探討。我希望你現在會照顧好啲啊！好，沈芒先生，還有社口給你啊，而且今年興奮劑哈，聽下來昆府書咯。哎呦，緊張嘛！係啊，好像感覺上今天他的分數會比較好，因為佢衝到1號用。你衝到1號啊？對，可以哈。可以哈，來燕婷嘅分數。鳥仔行，免驚。你剛剛說什麼？觸礁仔？對，觸礁仔，是觸礁仔，你知道是什麼嗎？
哦，是的，难怪触礁啊，就是它是麻雀，就家里的鸟，其实触礁啊是麻雀啊，麻雀哦，所以麻雀为什么所以我们河洛歌天王居然不知道哎。可以哈，可以哈，来燕婷的分数。好。有嘞啦，有60点分，恭喜燕婷。哎呀，避免就关了啊。好，俺再继续努力啊。哎呀，还有就抢登上避免查破冰。恭喜来燕婷，避免6关，恭喜。老年音乐会，哇！今日安尼节目当中啊，老年音乐会请恁到一位哈，啊，有请到一位安尼民国时期的安尼歌后了。嘿啊，歌后又发行嘅新嘅歌诶，又来到你嘅节目咧哦。对。最近还请无限呢，还伊个歌友班高考，经营 YouTube 哦，还有参加民歌50年了嘞，哎呦，对，民歌小巨蛋金钱给演唱会当红啊，就今年呢，今年，带来给亲情的作品来分享。系啊，好，要出新专辑，啊，按先来参加后堂的歌曲，然后访问其他的，来欢迎一位龚燕婷。一枝草，一寸雨，残花的土，叹孤孤。步无喜，吹无丢我歌，归首的厝鸟仔囝，等甲摇巴肚。这款人一命相，家己的路爱家己铺。虽人的人生拢有一百度，行通去对的风景，总会有一条路。厝鸟仔囝免惊，搁较辛苦嘛会。了了啊大，风真透，大樟树啊会去担，若要学会晓飞，就爱身体够勇挺。厝鸟仔囝莫认命，若飞愈远，看到的世界会愈大。精彩的故事会变做一首什么款的歌？电视勇敢飞出去，你才会知影。一款人一命相，家己的路爱家己铺。虽人的人生拢有一百度，行通去对的风景，总会有一条路。厝鸟仔囝免惊，搁较辛苦嘛会。了了啊大，风真透，大樟树啊会去担。若要学会晓飞，就爱身体够勇挺。厝鸟仔囝
故事，会变做一首什么款的歌？电视勇敢飞出去，你才会知影。欣赏，念婷欣赏。现在人家是念婷老师，没有，大家都是老师啦。你也是老师。我不是，他是老 four， 老 four， 大家好，对啊，好久不见。阔别了一多年，大概又2年了吧？对啊，6年了。你上一班没有发行新的单曲吗？我记得好像是。对，也是一出剧的那个，它是一个舞台剧，对，主题曲。对，今天有新的作品，单曲吗？也是，这个也是单曲，也是单曲。对，这个是我为那个微电影《农村 CEO》片尾曲演唱哎，我唱。那因为我有参加。我生平第一次参加演出演戏哦，然后你还去里面演，我演这里面的那个男主角的妈妈的角色，所以这首歌，难怪会有2条狗哎，对，所以这首歌它就是站在一个母亲的角度、妈妈的角度去鼓励孩子们说，虽然我们的出身可能比较低微、卑微一点，但是只要一步一脚印，对，一步一脚印，然后很努力的，你就可以去实现。甚至创造自己属于自己的人生的精彩的篇章。对，这个微电影基本上它是真人真事改编的啦。哦，真的，对，所以它触礁啊，是这样念它有多微？哈？多微？什么叫几分钟？应该蛮短，好像是35分钟，35到40分钟。OK， 你刚刚说什么触礁？触礁啊 gang， 对，触礁啊 gang 是触礁啊，你知道是什么吗？哦，是的，难怪触礁啊，就是它是麻雀，就家里的鸟，触礁啊是麻雀啊，麻雀哦，所以麻雀为什么所以我们河洛歌天王居然不知道哎，因为麻雀算在鸟类的这个算是不是那么的高级的鸟啦，所以我们刚刚讲说，就算你的出身很卑微，你也一样可以靠自己的努力去创造属于自己的梦想。他也不是说不是高级人，他因为他的繁衍太多，他的繁衍多了，他的族群庞大，对，他的母体数多，没那么稀奇这样。对，比较不是珍稀异兽这样。对，所以就是感觉上就是比较普通的鸟啦，应该这么讲。难怪是大河建设他们会出这种歌曲，因为他们微电影就触礁啊，是希望能够哈。对，他们是其实他们做很多比如说他们是选拔，他会focus 在这边，就是鼓励人家去拍那些公益的东西，对，那这个等于说是他们挑选出来的故事，然后这个是真人真事。那怎么那么好可以搭配到他的这个微电影？其实原本没有，原本他们没有设定要有主题曲，我是片尾曲，他其实都没有。歌曲是你去演了以后，对我去演了以后，然后呢，我的经纪人董子木先生呢，他就有这个发想，他就觉得说，如果一个电影再搭配，如果有一个很棒的歌曲，可以就刚好是为我写，也为这个电影写，这样就发现真的，而且相得益彰而且他真的刚刚唱的我都要哭了，很感人的。我觉得他写的母亲的祝福，对我觉得他写的很棒。就经过人生历练唱出来的歌曲就是不一样，谢谢，声音真的不一样。对啊，谢谢，我也很感动。对，真的现在过得应该很快乐。现在很开心，很开心，对，教唱歌，而且。又重登小巨蛋的舞台我不是重登的，我是第一次登的，我没有重登。民歌50啊，对，民歌50。对，那个感觉应该是很棒哦，那民歌50。我跟老朋友们一起。对啊。然后那天真的很，我觉得那天真的很开心的是，就2个字，就真的超兴奋的。兴奋。对，因为你去到后台，你就发现哇，都是那。你很难得碰到的大咖，然后也有很多我的偶像，连李宗盛都在啊，对啊，齐豫啊、潘越云啊都在，所以我那天赶快有抓到机会，就赶快抓着他们拍照，像粉丝一样，都会忘记自己是演出者，是不是？没错。而且那天我们在后台，我觉得大家真的就是一聊起来就。
很像一个同学会，就好像都回到那个青春的岁月。那个年代，随便哼一首歌出来，然后大家就是又唱又和，真的很开心。哇，好棒哦！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然后就一堆人。哎呀，为什么流浪？就像这样子，就来了。对，就像这样子，对，很开心，很开心。我就觉得哇，那个感觉真的蛮好的，回到那个年代。对，而且那些旋律真的都。每一首大家都首首经典，对，而且一定都在这个时代大家的共同记忆。还会再办吗？会啊，民歌从30还20就一路办到现在。对啊，50但是10年去了，但是大家都在讲说最后一场，可是我们那天其实我们办3场。施孝荣他说他没有精力了，他已经60好几了。对，民歌50，我们在小巨蛋连办3天，对不对？3天真的全部客满呢。你就可以想象大家对民歌这个东西真的是还是很喜欢那个回忆，真的很喜欢。民歌是一个时代的共同记忆啊。我很小的时候，其实民歌那时候很盛行。对啊，那时候在我们小学、国中的时候，都是深刻在我们的这个记忆里面。对啊，在你小学、国中的时候，差不多是这样吗？那是我高中嘞。那我们2个隔这么久，还好是我小时候。其实这个跟他已经冲啊那个呢，好老歌哎，念宁姐的新的歌，触礁哎，安尼他个那个歌唱班哈，又有新歌可以学了。哎呀，歌唱班我现在其实基本上教乐龄歌唱班，我很想教，我也要教他们那个客家歌。哦，真的，我知道。等一下那个我是说这个歌唱班啊，客家的歌唱班很多都会教这个台语歌。哎呀，可以吗？我们客家歌谣班可以学这首歌。当然可以，对，多学一首啊，以后都可以多表演啊，对吗？欢迎。那今天既然来到安尼客家电视台嘛，带了一条客家歌，好吗？哦，那跑不掉的。哎呀，跑不掉的，一定要唱。难道又是哲伟歌吗？哦，不是，我这一次唱了一首罗文玉的。Win。哦，我要用讲的我还讲不出来，真的哈，客家话需要帮忙吗？客家话我烟柳清风哈。我刚刚在问那个，你刚刚其实可以直接用唱的就好。不是，因为我刚刚在问那个老师，问那个慧茹老师，我说这个烟楼清风如果用4线讲，你刚刚讲烟柳清风，可是如果用我们的海路，烟柳清风，干黑，你可听烟柳吗？可是我们的那个。是讲染染溜，没有你听听就好。所以我想，他的海路是就是比较 chill 的，你知道吗？所以我其实在这个部分我就觉得哇，那个太久没有接触，其实我对客语没有那么熟了，但是就觉得两种语言。就是2种腔调，听起来、唱起来就真的都不一样。但基本上你有客家种子在嘛，对嘛哈？这一首又是南部客，又是不一样的。南势线的，南势线哦，是这样。对，来，我们来听你唱看看。烟柳清风，好，后堂的歌曲，民歌歌后来唱一下烟柳清风。谢谢。是伊也好梦，天茫讲就风中，不管伊有几多烦恼，不是对人讲，原谅我的过梦，流汗也流水哟，心肚里只盼忘记个生人的有重用。就绵绵去把手头家，你甲因个冲凉行过，一撮一撮弯弯上头，心事真微苦。落烟流吹强风，强强吹过春夏秋秋冬，将春梦梦隐梦，为了家庭牺牲有几多？点错，错等他的故事慢慢讲，俩梦爱照顾你到老，有时故意有戏，
三不四摩托夫。希望你身体爱健健康康，好等到向前方。头毛从绵绵去拍爽头顶，一家人去种两行歌，一撮一撮慢慢山头，心事情未可。落烟流最强风，强强吹过春夏又秋冬。乡村梦梦凝梦，为了家庭牺牲有几多？留下点点错，错等他的故事慢慢讲。俩梦该照顾到老。烟流最强风，强强吹过春夏又秋冬。乡村梦满凝梦，为了家庭牺牲有几多？难留下点点错，错等他故事慢慢讲。俩梦爱照顾到老。梦爱照顾你到老。哎呀，念婷姐姐，应该没问题吧？很棒。对呀。因为笨蛋上讲，迄个念婷姐的 key 会不会太低？结果人家大音懂厉害呢。对啊。你的冲低音好厉害。对啊对啊对啊，应该就是蔡琴的那种低音哈。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可以唱蔡琴的低，我现在可能真的可以唱到比他还低耶。是谁？是谁？是谁在敲打我窗？是谁在撩动琴弦？那一段被遗忘的时光。渐渐地会渗出我心坎，是谁在？想挖河，我想要投入哎，干嘛要笑场？等会堂啊，等会堂啊，再来就有版权，我们要付钱。这首歌，我曾经在香港演唱会唱过这个歌。对啊哈，然后我非常讨厌。发烧友最爱的歌嘛。哎，真的，你去那个 YouTube 打一下罗时丰，对，被遗忘的时光。哦。我可以打包票，真的，你听了，你一定会喜欢。这首歌真的。你在跟谁讲话？观众。其他歌我不一定了，但这首歌真的。你在跟谁讲话？ YouTube 摄影师啊，3号机的摄影师有听到吗？3号机的摄影师。你有听到哈？罗时丰啊，被遗忘的时光，遗忘。对。点掉了呀。就 YouTube 打一下被遗忘。我礼拜3才刚那个歌唱班才教这首。哦，真的呀。对。刚好你这个是音色、声音啊，教这个。念婷姐低音真的好好听哦，对。烟柳清风啊，T 白糖豆，C 模也从按大音的那种。你应该是唱男 key 哦。我不知道哎。对啊，差不多。但是因为我觉得，像我今天有跟老师讲说，我希望那个速度慢一点。因为我可能我希望用这样的方式诠释这首，听起来是不一样的，对，有另外一种风味，那会一种密西，真的，谢谢，真的好好听，谢谢。女生版的烟柳清风啊，低音版的低音炮，对吗？低音炮哦，那个谢谢啊，没有漏气，没，怎么会漏气？哎，你是老师级的，前辈级的，没有唱客家歌，我觉得我就是新手。哦，你歌谣班里面会教客语歌吗？我即将打算要教，我先教他们那个，要学习一些客家话回来。对，就是教他们一些比较简单的。之前是教多简单呢？
你现在教的都是什么歌？没有，因为我现在没有了。我现在教的大概遗忘的时光。对，民歌也有，然后国台语的一些比较经典的老歌，因为毕竟他们都是乐龄的族群嘛。对，那他们也有点熟的歌，而且就像我们刚刚聊到民歌这个部分，那其实有一些歌曲对他们来讲也是有记忆的。他可能对这个旋律熟悉，可是他从来没有开口唱过，他也不敢开口唱。那年我们来到来来大饭店。来大饭店后面还有歌词吗？现在来已经改喜来登了。对，来大饭店会不会太久了？有点久啊！对，所以这个当客家歌对你来讲也不是什么大挑战了。我觉得现在很多客家歌真的都很好听。有机会的话，对啊。出客家歌啊。对，出客家歌啊。出客家歌好啊。走的啦。我非常的想带音啊，嘿啊。低音炮的客家歌。你可以找我帮你写。好哦，他的声音也，我也有低音，我有低音，超高，有超高，我也可以很低。他range非常的宽，对，因为毕竟我176嘛，我声带很长。是这样啊？对啊，很低吗？那矮的人对，矮的人声音就比较细啊，尖啊。OK，他高音、嗓音他盆啊，对啊，声音比较厚高的人，所以念婷姐是少数例外。对，我想说我这么矮，站在你们两个中间。那大家安尼向朋友啦，多多支持安尼念婷姐个新歌的啦哈。触礁啊囝，触礁囝哈，我做的看一下个农村西游个 YouTube 当中做的看得到两部片。歌要办咧现场搞啊咧，来讲啊，学个江念婷给条歌呀。触礁囝，谢谢。好，谢谢念婷老师，谢谢念婷市长。那好中国的朋友积极来报名，好吗？打电话来66667让流量等待这个打电话。好，今天非常多谢所有观众朋友收看，什么大家？谢谢老师，谢谢家长哦，谢谢。农村西游多多支持，什么小康老师风水情商子孙辛苦嘞，谢谢老师。天窗公众也辛苦嘞啊，子孙什么大家？好，下礼拜我们记得一定要准时收看呢。老年大电台，老年。